下落就是这，下落。啊，你的迄个。 đặt vật nhà thì sẽ không ai 上水甲上缘头爱笑一个哦，啊无伊起来就看着哦。来，耶！哎，先甲伊加入啊，先先。好啊。来，挥手一下。 来，挥手一下，嗨！哎，对，来，哦，动作较大，你我给你。可以学着你看吼，差距，一粒圆，会当煮甜甜。谢谢啦。来，第三个，好，OK，好，108，104，104，104，104，104，你这边，好了。有人讲吼，那是原住民的话。我是鳄鱼呀。你过来啊！你知南投一个玻璃无？普里吼，啊，迄个西国吼，伊的迄个纽西兰的名，纽西兰是土豆山，土豆旁，土豆爱啉水当当，土豆必加。熊哥。 金刷子，哎呦，你来念我这听，等下。足充活，所以大家一定爱把喙安挂好，安尼知无？啊，而且食洗手哦，一定爱外口就有洗手台。 来去处理文化营啊！首先，咱来欢迎咱的召集人吼，咱周成游委员来甲各位小朋友。后边各位团员、各位咱的大老师、小老师、各位机团各人员，足欢喜，咱旧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袂当办，今年虽然还佫有一撮疫情，但是大家讲吼，一定要爱来，所以足欢喜。大家拢伫足短时间内，处理文化营。 第一就是台语，会真趣味，佫有文化，所以经过安尼洗礼过了，大家拢足有文化，拢足好讲台语，拢足趣味，所以叫我社会，有足侪朋友，对咱家己这个土地，有足侪感情，祝福大家，多谢。要请咱王老师吼。 来，甲咱指导，来咱拖车，甲王老师，大囡仔朋友甲细汉的囡仔朋友，大家好，我是好，来，遐有一箱的奖品吼，嘿，我若讲啥物听，你真正是在讨论在电视。
只创啥吼？好，来，这套老师要上的名称是叫做啥？这设计啥物人就有把握来一点。有讲的顶下手，迄个好，来，第一字你种样吼？来，这个方丁字吼，等下，方丁字，迄个字吼，我就强调。台语吼，啥？我叫做丁，这是台语的落音。像讲，阮即马大家搞早个，囡仔毋是囡仔哦，妈妈去银行要领钱，才是早囡仔去，哦，啊毋免传囡仔去哦，后来你看电影了无？来，恁的爸爸妈妈少年的时阵啊，传恁妈妈去约会的时阵去电影院，看电影配啥物上着你咧？这叫啥？好，来，互伊一个铃啊！电影上面啦。今仔日这较长，老师今仔日无要教这条，不过互伊欣赏者就是讲，台语无一定是要写咱台湾的物件，外国台的物件，也是应该要写好。来，老师唱一下互你听好无？来，步慢白花哦。虽然今仔日无要教这条，看无啥，好嘛。这就是方便。你有懂珍珠长情，阮拢介意。上方便是你知的事情，归家足济对。安尼来，知影讲来这边。原袂守好，原袂命。珍珠长情，阮拢介意。上方便是你知的事情，今嘛我是变紧顺，走到原袂了变。来，今嘛拍片不？今嘛可不可以马上？关关家家当地音，亲像唱歌声。关关家家当地音，亲像唱歌声。唱大唱，听路插手，耳呀真真，着他唱。高水毛油，先地温柔，心界大片，上。你知道丢是什么意思吗？听清楚，不讲道理。听路插手，耳呀真真，着下一唱，江水无忧，
心在花香上影香。好，来，老师喜欢你哪里？插生插，清香会会开胃，假酒假力拢大意，就溜溜啊，就溜溜啊，赞啊！来，马上。大花，啊，水啦！咿呀咿呀嗦咪，咿呀咿呀嗲咪咪，平安快乐到夏天，到夏天。来，跑过来一下。车子啊，车子，一辆后边迄个，刷个刷起来。你一喙，我一喙，食着介欢喜。啊，车子，加油，赞啊！好刀脏，好刀脏，好刀爱民水刚刚，好刀比价。当道赞，高玩起，大人囡仔拢介意，安老汤可注意，一碗真煞脆，真煞脆。咱是真草堆耶，这边加钱哦。会摆一摆好无？你们先挂一个哦，看人有坐着无哈。来，安头对啊，紧嘞，坐好，唔好变过哦。袂啦，那你去。讲大义，这几个了哈。讲大义，啊，这第二句啊吼，讲大义我爱。这边呢？来，来。对水啦，你看哈，来大会对水啦，水啦。来，陈老师。新华语，讲大义，赞。不好意思，这是成亮做的就还好，成亮灯光叫成亮做的，什么？成亮做。好，安尼请点菜。为儿歌前呢，我们先来一歌暖身子一些动作哈。来，老师先教大家一个应该就是瑞的比连，瑞咪的比边啊咪，瑞咪发嗦拉西哆，好，这边往这里了来，哆西拉。
嗦，花呢？花，咪呢？咪，瑞耶，哆，然后什么歌呢？代表咱的魂，哦，伊个新鲜兴奋加入哦，伊让魂那个那个白雪锅啊，然后新鲜的驾到哦，来，咱等下呢，高色布，叫颜色怎样不？青是指蓝色，叫做青哦，青红黄白乌，安尼就对了。青红。这个工会啊，会是那些嘞，老师都在发。结束安尼吼，就那水分分多情，这样先玩，你老师玩得来，啊，冇对了你，冇跟你对哦，我们来第一步来，一个就那水分分多情，好，再来，一个就那水分分多情，再来，噜啦噜嘞啦，噜啦噜哩啦，原地，噜啦噜嘞啦。啦，在左边，噜啦噜嘞啦右边，噜啦噜哩啦原地，噜啦噜嘞啦哩啦。好，不要了。干嘛呢？好就是好，好就好，好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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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嘿，哪讲啊？电脑。嘿，我是阿表阿母。靠着错茶过日子，靠着做茶过日子。千百万讲叫我出2担茶去互伊，千百万叫我。请教，来阿姨来哈，来。再吃哈，来，我们现在几分？我们10分钟里面把它吃完了哈。来，大家多少岁？好，大家多少岁？啊，都没有咯。来，多少岁啊？戏剧馆，延期好不？延期。不是戏剧馆有了，图书馆，他有了，他都有啦。好，再来照片。热天啊，伫外口咧抽签，伊就讲，阿伯啊，你讲互阮听好无？有无？伫第2家，咱拄先了解即个啊，可以，伊就答应这囡仔就讲讲告互恁听，伊就先问讲，有诶就惊讲恐怖诶故事，人就会惊，囡仔就会应讲，我足惊啦，无敢。5呀，阿伯啊就开始咧讲啊，对无？
你即马就爱想象有迄个画面咯吼，一只烤皮伫迄个水内底哦，吼，伊就讲哦，食饱伊就爬去岸顶吼，去遐歇困，吼，毋过吼，伊无像咱人安尼爱会去山崖会爬。来，你讲看。我到腰啊，想要食个，恁爸爸是有斯文哦，哈，不是很凶的老爸。来，你讲看，阿母哦，你到腰要食饭，少两个，上山你查甫啊查某。啪好啪，你砰砰砰安尼无效，哦，一定要讲话，好，好来。谁人要先起来？讲，什么人摕到老伙啊？有人摕到老伙无？啊，你迄是少年的袂使。老伙啊，来，即摆吼阿伯讲话啦，阿伯，有一个老90的人，伊号做阿吴，伊是一个臭财啦，臭财就是砍财的财富，懂不懂？啊，啊，你什么角色？我都袂记你什么角色。你是做啥？你演啥？啊，你做阿娘对吧？好，阿娘那 OK 咯。第一幕有6个人拢出现咯，有6个人出现了嘿。讲屁话个，食甲头毛吹秋白，啊老伙仔我今年拄好68，来咯。来我你。阿伯，对。这杯茶互你。这杯茶互你啉。哦，阿伯呀，啊你真乖嘞。阿伯，你讲故事。互我听好袂？互我听，好。好啦好啦，阿伯来讲一个真好笑的故事互你听。是真久以前，过日子的啦。啊，迄个钱百万哦，这个官话讲要叫我炒2担茶去互伊啦。啊，来到遐就是钱万话因兜咯。啊，炒，一直就可以炒两种起来，吼，来大大个牛生看，再来在地位换，啊，说春风来，伊就伊个生出来，吼，来，咱即马来吼，咱搁一解。阿妈甲量着卡，叫阿爸买猪卡。好，就等下。量马卡，量着卡，阿爸买猪卡。音乐。量马卡，量着
可怜的鸟仔，走袂赴，走袂赴就叫人食去了。上注意啊，就无一只啊，未来是上你讲的歌真好听，我讲一个不要过啦。哎呀，我会惊，你真无胆呢。莫个笑啦！我来讲一个阿拉伯神话的故事。阿拉伯。小弟甲好起来，敢若大拍开，敢若冲出来一阵烟变做最大声的精灵，人真热，喙真大。按稍微，看看你背有，轻轻的，轻轻的背。靠靠轻轻哦。哎，安尼。轻轻哦。怎样哦？不要演给自己看哦。你就讲他这节，对，基本上就是阿顺飞出来，阿汉的飞出来，哦，那阿汉是谁？阿汉是谁？阿汉是谁？杨阿就跟阿汉，阿汉是谁？阿汉是谁？阿汉要准备。然后接牢，讲你无语，也不他们。恁大家唔通看我老，唔通看我七老八老。我老公老。又搁会步道呢。恁大家。这杯茶互你啉，七老八老。人家带讲过来三斤啊，较济用着，吼，啊济，好，啊济咱慢慢算吼，啊咱先来念一下。好气头，恁厝金家多，恁厝金家多，阮厝金米落，阮厝金米落，金当落，金厝多气头，恁厝金家多，阮厝金米落。定阮厝好气头，恁厝金高多，恁厝金高多，我厝金米落，我厝金米落。我甲你讲。哎呀，放不要，不用急了，不用急，你卖光了，卖光了。好，来，继续。金灵听我来大声喊，我要甲恁拆食着饱。指他，我给你跳跳的吧。我要甲恁拆。不，一共，一做。小弟也个弟配。哦，你摕，嘿。愈哭愈大声。来，这边谁讲？他讲哦，第二个，买啦，你咁。来去。来去，我来200万。哎，老师，这叫一共，你听我讲。100万人叫我100万，讲互你知，手好拍拍，自细汉父母就教我惜命，互我用钱唔免惊，平常时啊是爱钱，平常时啊钱就爱会晓欠，欠才有底，
动会不心悲啊，不心悲。阿无加茶来转来，加茶错的来呀。阿无加茶错的来，错的来呀。错。看你的手，看你的嘴，看你的鼻呀，看你的鼻呀。今日哪是我哪是？你讲去看我掠着你，没有开始。讲去看我掠着你。看你的嘴，看你的鼻呀，看你的鼻呀。今日哪是我哪是？讲去看我掠着你。哎，图片刚刚看过。等等，美丽名，等等。你们小编技能进，技能三能进，技能三是三能进，技能三是都是三能进，技能三是五是三能进。好，来，快点开开哈，可以打开，可以拿起来吃，哎，可以打开吃，好，你打开了，来啊，今晚你食啥？红茶，红茶啊配啥？桂圆蛋糕，桂圆蛋糕啊，啊好食吼，好食，好食紧食吼。好好吃。啊，红茶啦，你无够，咱再过来。你看，啊，妹妹，你的桂圆蛋糕咧？你无食？妹妹冇到。公费生呢？小朋友足够多的，恁足人的，大家。来，讲台语来，心欢喜，讲台语，我爱你。讲台语，心欢喜，讲台语，我爱你。台语赞。好，啊，你较听一个对好好，做一日看无？好，咱来对好。我虽然细汉，我啥物过世，来，咱听过，咱来拖到水，咱来拖到。拖到山，拖到宽，拖到爱情水当当，拖到地下。哎呦，足够的哟。牡丹插苦菜，小天比我来，明天我无来。大口袋，干哪里将在？干哪里将在？欢喜开心，欢喜相看，金银宝豪。呀，乖呀，注解，咱爬爬山。哎，进步了。好，那俺家迄个老伙仔，这个人知影过来是啥物？对啊。果子，哦，伊两粒啊。好，一条快点。我无饼。大家平安，大家好，阮是洪道推。即马咱先来欣赏第一出梦影陪伊的图片。有一天，阿伯参小，搁一个。有一天，阿伯参小朋友伫门口埕抽气。阿伯，阿伯，我讲好听好无？我被不跟你讲。啊，慢点，你迄有听无？好啊，你要听什么故事？有咯，你要讲什么故事无？阿伯，你讲不要讲啦，我上爱听。哪啦，我会听。袂啦，阿伯，你讲较趣味的啦。安尼，我来讲一个较特殊的故事。好，再。雕虎，下大。来，一只动物来出来啊！一只大鱼，讲俩鱼啊，鱼啊来啊。鱼啊，讲到鱼啊，恁的鱼啊就爱收来啊！哎，你毋是咱行来才咧收？俩鱼啊，食鱼。你
较慢的哦，你看因的动作到，啊，你就行过来。来啊，收过来啊，收过来，嘿，一边好，逐工掠鱼仔食，啊，你落来这边食，这边食，吼，好，再来，担当袂死，再来，风台吹袂死，你头发袂死。 迄个大水淹袂死，落山当袂死，迄个风台吹袂死。有好食无？ 有好食无？啊，你无讲。好吃。好吃啊！啊，你食几碗？一碗。好食吼。啊，你食几碗？一碗。我讲甲你讲啊，你家己来就好啦。啊，唔免。配啥？饭啊。好食啊。啊，配啥？配啥？有配猪肉无？ 阿伯赞呢，阿伯甲翕相哦，吼，来大喙，大喙，转去哦，妈妈看者讲，阮即个查某囝哪真高啦，哇！游戏软体不可，这会使算哦，吼，啊，会使 PK 哦，啊，对无？文化馆这就是一个，伊的设备就是一个 APP， 吼，这个是 APP 的游戏软体。咱等下要公园馆吼，嘛是有哦，嘛是一个软体哦。 啊，两边吼，若要算的人两边，咱这从这台语的历史吼，啊个台语文，啊个文化。细路要来，小朋友来看家，咱来切分子，为了包包有，八类对无？哈对啦，八类啦哈，就是语言文学哈。啊若画
袂大的几类啦，你甲我讲，袂大爱看几类，袂大爱看几类，高类，对无？比赛时我就问讲，啊，你即摆有这么人要去演讲？伊佫举手呢，我想讲，啊，你爱听头讲有法度好啦，你讲我就甲你写安尼啦，啊写去，还真正有奖的。啊，来，进来。真欢喜，讲大义，我爱你。啊，算咯，讲大义，赞。拍头前。真欢喜，讲大义，真欢喜。搁一个，讲大义，我爱你。大义，真欢喜。搁一个，讲大义，我爱你。来哦，真欢喜，讲大义，我爱你。好，大义，我爱你。你只哩好，你只哩，啊你只哩高，啊你好。放弃。没有哎，错了。讲大义，真欢喜。讲大义，我爱你，预备，开始。讲大义，我爱你。那么好，讲大义，我爱你。讲大义，真欢喜。第二笑。哎，你喜欢啦？歹势，好 ，Sky 啊！来，搁一张啊下，来，搁一张下，好。珍珠奶茶。啊，有好啉无？好啉。啊，恁一个人啉几碗？你啉几碗？一碗两碗？珍珠奶茶。啊，啉几碗？一碗。一碗。啊，有好食无？好食。好食吼。啊，要搁食无？点心食啥？珍珠。啊，你是安那无食冷茶？我袂使食冰。是安那袂使食冰？我会酷酷嗽。会酷酷嗽。会酷酷嗽啦吼。啊，你珍珠食几碗？一碗。你毋是食头拄仔讲3碗，即摆变1碗？食几碗？一碗。1碗。好酒咱先食好酒吼，是即个惊水啦吼，你是要干无？是以前的民进党的总主席，还是咱以前的科技医生，叫做周成玉。你敢知周成玉是啥？嘛毋知吼，是古早迄个馆长啊，是迄个馆长。是我做馆长，我是迄阵我是馆长。伊是，啊，迄阵呢，我有
叫做孙正，他只要结婚名长老了吼，所以这个时间咱有些较清楚，你会使小看吼，来，就大家温是干一个所在，互咱来过呢，爱咱在这个艺术一下，来，好，咱先听。这我发现了，这种英语都不重要，要做梦。这种欧洲的来个话，较英语，较接起来国家的语言，像我这个我学过，我发现讲的好像是比较北京语，然后咧教的吼，他们有学的，房间也空吼，也空吼，其实咱内底有科学语言，有来学习每个所在，拢有咧。做出来，伊也咧储存，我咧学研究、学电子、学什么都拢无公开。讲讲就出题啊！我以前啊讲台湾话爱方法，你可能知影，敢知？可能拍无着，我拢拍有着吼。所以而家我想咱大家会当直接通过咱的国家语言发展法，就是台语、客语、原住民语、手语有诶语法。会到别人讲话，所以因讲啊，我用笔的，啊，恁拢无咧管算说这嘛是阮的语你拢讲啥？我拢听无。爱食红豆无？爱食绿豆无？你爱食鸡卵糕哦，甲拍好啊，好无？即摆小朋友咱的宝珍香，咱中华上有名的大城市的人若来拢讲好上好，这是咱的王老板，请恁大家出来哦。啊，你甲拍好啊，就感好。王老板无来，搭配咱若演讲比赛，伊拢会甲小朋友拢足够讲台湾话，吼，安尼你有教无？我看过外教几个啊。我看敢若即几个尔，有教无？听主任，伊要甲咱主持哦，咱甲咱的校长、校长吼，咱甲咱的校长拍一个鼓啊，讲多谢你吼，来。感谢赵麒麟，咱所以看这遮侪囡仔，咱是足欢喜的。我希望我校囡仔遮侪吼。我三明国校吼是一间较细间学校，但是阮囡仔活真侪吼。今仔有这机会来到遮，非常欢喜。等下囡仔吼，咱这2天咱的练习吼，等下有一个成果的展览的表演吼。希望等下家长咱甲囡仔吼，互我写拍大个囡仔的表现了会愈好。所以等下咱大家希望咱各位家长吼，这咱等下就要开始哦，咱先来介绍咱几位贵宾吼，有王志宏王处长，各位都关心咱的教育吼，再来咱的庄山汉庄议员，那黄秀芳立委的助理吼，林志儒林助理，大家关心吼。咱这3届活动吼，当然咱上爱感谢吼，咱嘛先个人感谢一下吼，足感谢咱的就平友就召集人吼，咱个我先感谢一下。咱过来吼，列席较推动。谢谢。
关怀台语，趣味文化营，先告展览正式开始。是毋是敢若来遮讲台语？还是伫咱的厝里，还是伫普通时阵，甲爸爸妈妈、甲朋友嘛会使讲台语，会使袂？会晓讲袂？我听咱的家长话讲吼，昨昏伊就话讲，周姐姐，我甲你讲，我囡仔转去吼，竟然无容易甲我讲台语呢，我足欢喜的。 阮爸爸妈妈就是恁的阿公阿嬷，伊嘛足欢喜。阮小朋友拢开始做咧。爸爸妈妈，来，我叫问今仔你嘛有一个爸爸妈妈来，恁拢无呢？爸爸妈妈有啊无？恁咁顾咧，会当流传落来，就要拜托大家小朋友爱加油哦！爸爸妈妈，请恁甲咱的细囝鼓励，请恁甲因教，欢迎大家，咱有足侪活动。 请咱大家拢多多来参加，要上咱的课程学习，拢唔免惊贵，就。就交这个，咱义聘庄议员林志明，大家好，讲台语真重要，咱袂使放袂记咱的文化，袂使放袂过咱语言，因为有这个台语文化在这传。 所以就欢迎足侪人来参加咱这个文化营我嘛是也拢讲话有关的教育会使来这个母语的教育、台语的教育来传递。现在卡达本土再使甲国际交流希望大家。姚主席主持有馆长教育处的王处长，江校长。 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小朋友、所有的家长，咱留用秀芳的助理林志如，所有咱的带队遮的大学生、小朋友，大家早，大家好。真感谢咱朱委员、周前馆长，差不多30档啦，30档以来一直在推广咱台语，大家拢爱讲台语，安尼好无？好。真正出细声，校长讲对，好无？ 安尼大家有讲有讲就要有准绳上重要因为处长今日来咱嘛希望讲咱县府任何要推动，拢需要经费啦咱县府甲较大力甲咱支持针对咱母语的部分，毋免讲甲英语变济啦，减一点就好一点代表立法委员梁秀芳因为伊即摆要竞选咱彰化县长，今日行程上无法度亲身到，甲大家理。 嘛，代表伊向大家来拜托，来说多谢，伊嘛继续努力，教育这地，推广母语这地，来继续来拍拼，最后咱今日的展览对吧？展演展演成功圆满，大家健康平安，感谢各位，谢谢。咱有咱的姚志正，甲咱那个周委员，咱王处长，甲咱重申庄议员。 以及咱各位与会来宾、各家长、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今日啦真欢喜来参加这个活动啦我今日啦为代表咱秀芳委员啦前来向各位时代来致问好啦而且嘛祝福咱这次活动会使圆满成功，嘛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咱个有咱的贵宾幼儿园张家文医园长来，做了园长感谢咱关怀文教基金会当初蒋满来蒋满小姐申彩云是申彩云来。 记得。关于中华未来宾。
各位家长，大小我要先来做一个阮奥乐队甲仙草队的队呼。来，即摆请奥乐队先开始队呼，请。开始。超级啊，超级，一零一，会让个弟弟，会让个妹妹，你一嘴我一嘴，两个变欢喜。奥乐赞呐！奥乐的超级，多谢奥乐队，请咱个仙草队将这个队呼，请。仙草，金良慧慧，美来威，下优下练功大意，咕噜噜啊咕噜噜啊赞啊！我非常感谢某州即个老师来甲阮教2工应该是4节课这囡仔咧学真紧，但是念哩阮来表演的时间因为阮练习时间嘛无讲足长的，阮尽量发挥因上摆大的伊的能力今仔日啦来，咱即摆要起鼓咯交我的口令来，咱今仔日的戏曲要起鼓咯，开始起鼓，请。我叫做钱百万，是阮遮上好野人。我用这么有钱，拢是因为我真后所做，嘛真后所相比。
所以才有教育有钱。阿母打他来过你，伊会讲伊会查真后，以后伊一关就好。我某啥物情绪是一关，我有法叫伊甲查留落，伊嘛莫用骗来看，听阿有叫你来。参见官官，你要爱的两大餐，我打来啊。有啊。你这是啥物奥茶？这是暖茶，也早摕来好势。哼，这茶真好啊！这茶遮尔暖，凊彩就嘛真疼疼。班话若无算一罐钱互伊就好，一罐，哼！你若无费好茶过来话，我直接送罐互伊。Kiki， 官话，莫啰嗦 ，Kiki， 好啦好啦。你看，像我安尼就是很冷淡哈，哈哈哈哈。时间无早啊，赶紧来测查互官话，有够忝的，休困一下。啊！嗨啊，惨啊！我的宝头落落去水底啊！安尼是要安怎啊？你是人还是鬼？我毋是人。毋是人，啊！你是鬼？毋是啊，我是好神啊。好神？你是好神哦？是好神。好神，这条河是我管的，你嘛会使替我负责啊。原来是后辈啊！少年的，你为虾米伫咧哭？因为我的宝头落落去水底啊！你听我讲。原来如此，袂要紧，我会使甲你斗3工。你袂晓甲我斗3工？无毋对，你看。这支宝头敢是你的？我看卖，毋是的，我的宝头毋是金的。这支的？这支金的嘛毋是我的，我的宝头是铁的啦。安尼一定就是这支咯。对，就是这支。你真倒是搁袂贪心，安尼好，我甲这金的宝头抹晒。搁送你2担上好的茶，你摕一缸200万好茶。真的诶，杨哥，我阿母讲，袂使黑白摕社会人的物件，袂要紧，我毋是人，我是神，你是好心有好报，这是你应得的。我要来去，感谢好妹仔会斗3工，我要紧甲茶送去200万的厝来去。100萬，人来叫我100萬，讲互你吧，亲手好拍拍。出世歹，父母就搁我叫名名，甲我讲，当时毋免惊，我拢是念，伊都会晓听，天天笑底，浪费不心机啊，不心机。头家，阿母太太，转来啊！那这么紧，该叫你来。姑娘，晚归，茶，跟你来啊！
我困嘛，警察在5号站，关话，咱着紧甲集合我。好啦，回去啊我，你去查，已经交好你了，以外收了，我先来等，关话请。奇怪，这阿有啊，哪有可能是在这时间有这么好的茶？我是咧关趁伊参考，后家伊关趁伊参考，锁匙摕去开啊，开啥物？开仓库啊？安尼我知，我是讲其中有会讲，是阮趁伊仓库，是啊，知，不逆不来，如初。接班，知无？知，知，嘿嘿，我就加上你去年和小写上。阿婆，你老有钱，你要把我吃，你是不是去互人头摕？不是，阿母，我唔敢啊。伊是好神，可我的好神是好神啊！也就是好白啊！阿母，经过的代志我讲互你听。原来是安尼，有影是好神好无？阿母天暗了，我扶你起来休困。好，原来是好心的作怪，赶紧报互阮话知。钱起啊，是到啊未啊？到啊！阿母讲的所在就是遮，阮话你唔较紧诶。你袂晓去背数尔？唔是啊，我是讲你较紧甲骨头等落去，然后。我知啦，要你加步啦，骨头我啦，我甲骨头等落去。无钱哪会无够快？头家，你可以较伤细声，要较大声。哦，好啊。一声人一个头，是我的骨头搭落去啊，搭落去就把伊捡起来就好啊。我袂晓游水啦，你敢会当甲我斗3工咧？好啦，看你遮尔好诶，你小等，这支是你的？毋是啦，我的骨头毋是伊的，嘛毋是银的，我的是金的。安尼哦，这支是毋是？这支嘛毋是呢。啊，你毋是讲你的骨头是金的，啊是？这支虽然是金的，不过上细支啊，我的是大支的。大支的？是啦。好，我搁拼。对，就是这支啦，好我。哦，那遮重啦，真气啊！紧来甲我倒汤啦。是。紧甲伊放转来。这两个人在认真贪心，阁无老实，我来想一个办法，把伊教死一个。奇怪，这支金斧头拄则阿公电酷酷，即摆咱会摸起来，咱会软烧烧，阿阁有摸呢。好。这毋是动物园哪有老虎啊？你好紧选哦！救人哦！
传奇人的传奇好。老母，阮后摆唔敢啦。后摆好，后摆。是啊，这种囡仔唔敢。即摆先换着伊，后摆拢是甲我念着，一直甲你拍遮路走。是，阮后摆唔敢啦。算是吧。是。哈哈哈哈。
界唯一嘛是世界第一个，台语原创唔能哭。你这边叫做体育馆对吧？有迄啥物？我拄仔讲迄叫做好。你这边这边好。一罐是。欢迎来参观，这是我的场馆，用后天语言语交流。然后。一罐。欢迎来参观，这是文化馆。台湾未来的事。欢迎大家来参观，这是图书馆，叫我做这台一切。好，我若学着好，不过即摆时间伤晚，要下班啊，阮明仔载再过来参观。最好开始。我是蔡怡，
我是金玉，我是月安，我是冠宇，我是华航，我是游东。今仔日我要表演的是草仔皮。日头大袂死，下袂死，大水淹袂死，淹袂死，落雨干袂死，干袂死，风台吹袂死，吹袂死，有漏水我就活落去，春风来我就出头天，有漏水我就活落去，天气到我就出头天，我若出头天，世界就晴晴，我若出头天。世界就晴晴，晴晴，搁晴晴晴，药仔会当紧袂烂，代代搁到心团。药仔会当紧袂烂，代代搁到心团。这边拿两个。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红豆队。今日咱要来表演两首戏剧。第一出，咱先来欣赏梦音陪戏的套戏。有一天，阿伯参小朋友伫门口埕抽气。阿伯来。阿伯，讲讲互阮听好无？哦，要讲什么故事？阿伯，你讲几啊个啦？我上爱听。来啦，我会惊。袂啦。阿伯，你讲较趣味的啦。
安尼，我来讲一个恐怖上尾故事。好，赞！哦，我嘛是会惊呢，你真无胆呢。好啦，阿伯，啥物恐怖动物的故事？来，点点，是一条鱼，一只鱼，逐工掠鱼仔来食，食饱肚，爬起换面叫困。水起工钓鱼吧，养袂落来，真艰苦。鸟仔飞来飞去，真快乐。天气真好，咱来出去玩汤生。好啦，看上舞台哩。喂，鸟仔来食虾吧。这个时阵，鸟仔听到拢飞落来，从鱼喙去放大鱼仔肉，身巴清气溜溜，有鱼通食，阁有鸟仔通亲喙齿，我实在真快乐。酷鱼爽快甲倒伫涂骹困去啊！一直到有一天，鸟仔当咧斗枪，鱼仔肉时，酷鱼因为无食饱。就讲食我鸟仔啦，让它嘴合起来。可怜的鸟仔走袂久的，拢叫人食去了。有只拼命飞的鸟仔，叫伫树尾顶，哪哭哪喘。伊甲可学的酷鱼讲鸟仔搬来，大家知。自以后，就无鸟仔斗相共来到清喙齿呀！哎呦喂啊，我的喙齿足痛的啦！第二出，咱来欣赏勇敢的查某囡仔。阿伯，你讲的歌真好听，我讲一个几啊个啦。妈呀，我会惊啦！你真正足无胆的呢。莫甲笑啦，我来讲一个阿拉伯神话的故事。这故事查某囡仔比查甫囡仔较勇敢哦。伫阿拉伯国家的海边，住一口罩，有饲一对假鸡仔。有一天，因去海边耍，看到海里有一支竿仔，小弟甲浮起来。敢若挂拍开，敢若试出一片烟，烟变做足大声的精灵，人真热，喙真大，小弟惊一个刷两骹，倒伫涂骹一直哭。精灵惊我来，大声喊：我要甲恁疼食萝卜。伊讲煞，双手伸长长，一步一步行过来，小弟行到地底，愈哭愈大声。来啦，莫搁转来，莫搁流家来啦，我会惊。阿姊真冷静，大声甲精灵喊：你是安怎要甲阮食？5百外工前，我互人关伫咧干仔内底，换手抓。若有人救我出来，我会报答伊。不过，经过500冬啊，无人要来救我，我足生气的。所以，我搁再救抓。若有人甲我救出来，我要甲伊疼食萝卜。即马，你甲我救出来，我就要甲你食。我毋信，你遐尼大声。哪有可能互人关伫遐细的干仔内底？你好笑！我无骗你，你若毋信，我搁弄入去互你看。精灵话讲煞，随化作一阵烟，咱入去干仔内底。阿姊骹手真紧，把干仔罐踢入去，咱入去海里。伊甲小弟的手牵咧，就装倒去厝里。阿伯话囡仔讲。安尼查甫囡仔较好打，也是查某囡仔较好打。查某囡仔，好，拢真巧。
以上是阮红豆队的艺术表演，非常感谢各位乡亲好朋友的观赏。咱第一次望音培育的福气，演员有阿伯、文祥，请各位囡仔采个有品、福气、敏锐、儿仔、足品。 平平，鸟仔上平，自由，再来是第二出勇敢的查某囡仔，演员有阿伯、敏伦，请各位囡仔采个有品，查甫囡仔平平，查甫囡仔采个精灵。 道伦，还佫有咱的口碑明星，以及我本人会定。最后上重要的是，甲咱指导的小安老师，咱的表演到这为止，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扫地哈，扫地，等等哈。好嘞，大家好，我是张慧瑞，我今仔日要讲的故事是你家庭。 请坐。后生对外口转来。阿母，阿母，厝内哪会无人？阿爸当咧食饭，听着。 厝内哪会无人？敢讲我毋是人？恁阿母出去斗粪扫，你紧来食饭。你紧食食咧，等下我要送朋友去厝卡拉 OK， 你爱告诉我。阿爸食饱了后，就做伊出门啊。伊会出门的。现在头先食饱嘛。 我来甲伊算命。阿母倒粪扫转来，煞看着我还，等甲扶桌顶，搁菜食了了。唉，讲到即阵囝仔囝实在是真害啦！食饭饱，我伫囥咧，走甲无看人影。唉，逐工做牛做马，拢无人管我有通食无，歹命哦！阿母。 菜白白的，我顶我悬，修修洗洗的，看着涂骹要甲鱼死的，继续翻厝内。厝内拢变好啊，即个病仔囝也毋转来，到底是走去倒位冒花？厝内功课拢我咧做，等你转来，你就知。一天间，阿母擦无汗，去拜访朋友。朋友厝内后生当咧佚佗，伊查某囝咧扫涂骹，当下看着人客，随拍招呼行买。阿姨好，你要啉咖啡无？来在这，我来拍咖啡。阿母看到真新鲜，老朋友，哦，你真好命呢！恁家的大人囡仔拢会斗进你厝内，有个查某人嘛，伊讲，厝内人拢会斗着。大家我来到阿母家，想要斗相办法。 找起因兜囡仔囝会当照顾厝内的工课，
大家想出用写字条仔的方式，伫架顶搭的家自整理，人人有情。搁有洗衫裤、套裤脚。希望这对爸仔囝有看到，校区外口佚佗做工，看到架顶写的“家事整理人人有责”，决定要甲带一个，就伫人顶面，家己变做大。阿爸转来，嘛看到架顶的物件，心内想讲，大人了解，迄是查某人的工课。已经甲大人把伊带转2点，该做太太有点了后，如果出门去，所我的代志我过来去手歌。阿母转来，看到架顶人人有责，变做太太有责，伊去到9点的物件厝走。你毋过，我嘛无爱做啦。以后看你爸仔囝要安怎过日子，哼！阿母离家出走了后，爸仔囝无人通煮饭洗衫，只好家己做家事。阿爸啊，当食分炒饭，今日食分炒面。我是当不要我感觉，让阿母做的事情，我是看水，我能做。我今仔日就要煮餐咯。我今日伊很开不要如果是能阿母规工无转来啊，有时间啊。阿爸，阿母出去遐济工啊，已经去找啦。我要去阿母啦。我有去找啊，若4个去工，就是找我恁阿母。一天。后生当咧画汉色出去搭，看到阿母，欢喜甲大声喊：“阿爸，阿母转来啊！”原来阿母过身转来啊！你要去倒？我要去倒棍扫。啊？你会晓倒棍扫？阿母面笑笑，心内有淡薄安慰。我即马来去扫涂骹。我去找三看去厨房里来。爸爸看到阿母转来，嘛欢喜甲经烫红豆汤出来。红豆汤哪会是咸的？我甲杨先生上来啦。师傅，你讲红豆汤是咸的，你哪个一直食？红豆汤虽然是咸的，不过我心内是甜的，因为是你煮的。经过阿母离家出走的事件了后，互爸仔囝了解到阿母做家事的辛苦，更加了解家事整理人人有责的重要。即马厝内定定传出快乐的歌声。阮的家庭真可爱，幸福甜蜜好。虽然
大花年，大花蕊，大花吃了皮好水，大花啊水啦！这其实是咱这小朋友因想看因这么老2天的时阵，就会当将这个绘本、这个故事讲出来。我想咱大家人拢有家庭，厝内工课是去家伙大家做伙做，是拢家人妈妈足辛苦，低头到尾拢去做。所以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咱的姚嘉文先生作者伫遮摕起来，咱大家拍一个好无？不是姚嘉文吼，咱会将这个写做剧本。然后咱的戏剧队，咱有一个剧团，遐小朋友也演过，然后嘛拢着了哦，即摆咱这小朋友搁着练，结果因用2天就小可讲，虽然时间太短，无法度就拢演足圆满，但是其实咱有册，这个册是咱姚嘉文先生写的，伫咱的亲子馆，伫咱的图书馆内面拢有，逐间学校咱嘛拢送互学校，每一间小学内面拢有册，咱的院长拢送互因吼。所以咱是为着要推动，所以伫遮最后意思就是讲，本来即个拢妈妈咧做，所以妈妈即个姊妹啊看甲讲，安尼足辛苦了，小可写讲，毋管是佚佗顶啦、洗衫啦、煮饭啦，大家拢爱斗做，写讲吼。人人有责，大家人拢有责任。结果爸爸看来讲，毋是囡仔先看来讲，你是大人啦，所以人人就是人拢有责任，希望大家拢做一下。结果小囡仔看着就等于甲画一画，变做啥？变做啥物？变做大人，迄恁大人爱做啦，阮囡仔毋免做啦。爸爸转来讲，大人我嘛大人。毋是啦，这是太太爱做的，所以伫迄个大的下骹搁安那，搁加一点，变做太太有责。所以就是其实是咱的姚一婷足聪明的，伊讲对人囡仔就甲变做大，太太一直是咧转来就甲变做太太。因太太就足受气，讲你若安尼无我受气，我就离家出走啊。太太出去。了因害无人洗衫，无人摒厝内，无人煮饭，所以爱死着大家爱斗做，结果妈妈转来了，讲哇，规间伙大家拢斗做安尼，这拢有顾吼。你知影爸爸讲好无伊斗煮后天，结果煮出来煞咸的啦，因妈妈离家出走的时候，因兜爸爸煮饭就讲，因蛋炒饭2叉饭，มื้仔在2叉2，第3天讲，我搁有加煮一个汤，啥物汤？2花汤啦，搁炒2，所以就是咧好笑就对啦吼。所以即个大家拢也会使来看者，安尼好无？所以咱就是照安尼，互囡仔去演，有经过，你想一个，就会当安尼有进步。咱伫遮，咱透过即个小朋友吼，咱透过看伊其实是真认真、足好的小朋友来，咱煞跑出来啦！我就甲问讲吼，你下一次你2天搁要来无？伊甲我讲伊搁要来啦，伊搁要来挑战啦，甲拍鼓仔行好无？你下一次你搁来无？搁问一下，对无？大声讲好。哇，搁一下甲掌声鼓励起来咯！好，安尼，我嘛足感谢咱基金会吼，大家拢办出侪足有意义的活动吼。我嘛带咱的为迄个足细汉的迄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就带来遮的练胆量吼。嘛多谢大家吼继续甲咱台语支持甲鼓励，好无？好，多谢大家。
出去甲，看到阿母欢喜甲阿母出去这一天。这里，哎。哦，所以这样话，咱嘛是经验吼，这是。